大家好，又係布丁啊，帶你哋嚟到高 Park 睇我哋嘅第2集飲食購物篇。今日好天啊，早幾日都落雨，天公造美，布丁帶你到飲飲食食啦。話到明係飲食購物篇，又點少得睇住布丁食嘢啊？薯仔豪，我問下你啊，你知唔知呢一個高 Park 大約有幾多間餐廳啊？頭先驟眼望去，我估大概10零間左右啦。冇錯，呢度大約有10幾間餐廳嘅，咁當中包括有日式拉麵啊，有東南亞美食，仲有香港唔少得嘅街頭美食，例如魚蛋燒賣。我頭先行過嚟，都好似見到仲有啲咖啡啊、冰室啊、韓式炸雞咁嘅。冇錯，呢度仲有珍珠奶茶，仲有廣東美食唔少得嘅飲茶食點心。等我試下蝦餃先，你食嘢啦。好。個蝦餃都好蝦餃。不過呢度得一間飲茶係食點心嘅，所以如果要飲茶得呢一間㗎。不過有一坐出邊可以帶狗狗嚟都 OK 嘅。但係呢度啲人啲服務就麻麻地啦，啲睇啲嘢食都還好嘅，不過應該下次食其他嘢。好多西餐呢度。pizza 好似頭先講齊都2間，一間 Pizza Express， 另外有間貓貓咖啡入邊都係手工 pizza。你不如食埋嘢先講啦。好啊，我哋飲先啦。OK。飲完茶食完嘢，梗係要嚟附近行下街 shop 下評啦。我身後就有間啤啤紅糖果鋪，可以俾你喺度買下糖果。再過隔離就有一田嘅超市，再過隔離仲有高級嘅新鮮食材。等早收工想打邊爐嘅你，都可以喺度搞掂晒啊！咁我又想問附近仲有咩商場啊？呢度最近嘅商場仲可以去迎海匯同埋馬鞍山中心，仲可以直達新城市廣場添。順帶一提，喺布丁身後嘅大型樓盤 CLSC 嘅樓下就已經有中大醫療團隊坐鎮嘅門診 Body Check， 仲會有疫苗打添啊！我係住宅豪，我係布丁，每日帶你睇盡香港豪宅。上車。